台中后里区测绘产量占全国差不多70%，被称之为台中花卉之乡。有一座花卉产业的博物馆加文化馆，启用到今嘛已经要30栋啊，内底设备拢已经真旧啊。农友希望讲会当争取经费协助馆内设备会当升级。馆内展览真侪花草模型含图，不过今日看馆本青树宝殿湿水开始氧化变枯，这是后里区农会大楼的花卉产业文化馆，启用到当已经要30栋。虽然看起来还不错，但事实上这是整个团队呢维护的结果。但是里面的设施呢，还是需要再改善。后里的测绘产量占全国差不多70%，是台中花草之乡。农会当时就特别打造这座占地380平的花卉产业文化馆，将做教学导览使用。那我们希望说借这一次的机会，能够在政府的协助之下把这些里面的资料还有一些设备予以更新。预计上紧伫咧10月对起工换新，农会嘛期待伫咧空间升级，会当上更加侪游客来遮造访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